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在这个影片中，我要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中秋节相关的手语笔法哦。首先是中秋节这个词，我知道的有3种笔法。第一种就先比出钟这个字形，那钟这个字形的笔法就是你用你的双手去组成钟这个字的形状，接着呢比出圆形物体升起来的样子，那在这边指的就是月亮升到天空的样子。这个动作除了可以用来形容月亮升高高的样子，也可以形容太阳升起，所以日出你也可以这样子比，因为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是代表有一个圆形物体从地平面上往上升起的样子。比完月亮升起之后呢，最后我们再比出节日这个手语。那节日的笔法呢，双手拇指先把它收起来，一上一下靠着，依序从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序把它向内收起来，这就是节日的手语笔法。所以中秋节的第一个笔法就是中秋节。那第二种笔法呢，就是把刚刚的第一个钟把它省略掉，我们只要比出月亮升起再加节日就好了。所以中秋节这样子也可以。第3种笔法呢，原则上是完全照着中文的字面的词汇来比，所以跟刚刚的第一个笔法的差别在于说，我们比完钟这个手语之后呢，接着再比字面上的这个秋这个词，那这个动作是双手由上斜着往下画过去，这个动作是代表秋天的意思，那它也有风在吹动的意思，尤其在南部手语里面，这个风你如果动快一点重复的话，它还有台风的意思。所以第3种笔法怎么比？中秋节。好，那我们就再练习一次这3种笔法咯。第一个中秋节，第二个中秋节，第3个中秋节。接着中秋节大家都会做什么呢？你可能会赏月，或是吃月饼啊，吃柚子啊，你可能会烤肉啊，那你可能会放烟火啊，那更重要，你可能要全家相聚啊，要聊天啊，交流之类的。那赏月怎么比呢？先用你的拇指跟食指从上面到下面画一个像弦月的样子，这代表月亮。月亮。那接着呢，5根手指在你的眼睛前面重复的开合，这叫做观赏或是欣赏的意思。所以赏月我们怎么比？月亮观赏，这叫赏月。接着月饼怎么比呢？月饼呢一样先把月饼给它比出来。月饼呢一样先比月亮，月亮之后再比饼。那饼干的比法呢？拇指跟食指像一个圆圆的形状放在嘴巴前面，这叫做饼。所以月饼呢就月饼。如果你要说吃月饼呢，月饼吃，这个是吃东西的那个样子。那如果你是狂吃月饼呢，那就月饼吃。不过最好不要啦，因为吃太多可能热量会过高。那柚子呢，它就是像剥那个柚子的样子，剥那个皮很厚，所以这样子把它剥下来之后，有的人会再加上剥下来之后把它戴到头上，剥柚子。好，那接着下一个要教大家的是烤肉这个手语的笔法。烤肉的笔法呢是有点模拟我们用竹签插到肉里面，然后把它放到烤肉架上面翻来翻去烧烤的样子。所以烤肉。那有的人会烤肉，除了这个翻转的动作以外，还加上涂烤肉酱的动作，但是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翻来翻去，就可以代表烤肉的意思了。接着是放烟火。放烟火呢，这个手语是用你的拇指跟中指先捏住，然后重复向上弹开，来形容烟火在天空中爆开的样子。所以我们再一起练习一次。烟火咻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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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火真美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秋节连假好几天，所以大家都会跟你的家人一起团聚。那团聚的笔法就是双手向你的中间这样子靠近、靠拢，代表相聚的意思。所以团聚、团圆。那聚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聊天，可以交流，可以吃月饼，可以怎么样？赏月，可以烤肉，可以放烟火，等等都可以。所以最后我们再一起练习一次哦。中秋节，中秋节，或是中秋节。那月饼呢？月饼，赏月，月亮，再加欣赏烤肉，烤肉。还有什么？团圆、团聚、团聚，聊天、聊天。好，那我们今天的手语分享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们有看过什么不一样的笔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